成日依家眨隻眼係咪好啲啊？隻眼好啲啦。個口擘啊，你講下嘢睇下清唔清楚啲？清楚啲啊！好係真係好咗好。好咗好多啊！咁大約分零鐘啊，算快喎速度。你睇西醫都未咁快，分零鐘即刻幫你解決㗎咯。初初嗰時面完全喐啊，口啊擘啊，隻眼啊凹咗嚟冇咁精靈啊。就係咁樣擲下，就咁鏟下鏟下就。唔係嗰啲係健筋刀，因為你健筋壞死咗，你食嗰啲藥啊，影響咗你啲筋腱，所以我哋咧，我學古代嘅中醫，咁啊失咗傳噶啦，我識其他人唔識嘅，咁啊喺佢摸到你邊度嘅位置係硬化咗啊，幫你用健筋刀幫你開翻佢，咁啊即刻咧就鬆咗咯。鬆咗啲腫嗰度，慢慢幫你消埋腫，一陣間食藥，咁啊痊癒快咯。你明白啊？咁啊依家幫你影咗，你比初初爭好遠啊！你叻女咗啦！咁大嘴你睇西醫睇10年都未必得啊！有時有好多人睇啊。